你老公喺醫院昏迷1年，而你去大一套幾個月，我一嚿水都冇借俾你嘅。岑哥，100萬。其實香港人對錢都好多稱呼㗎，譬如話1嚿水即係等於100蚊，一叉嘢即係1000蚊，一皮嘢即係1萬蚊。不如我哋再睇下另一個例子啊！高總，我今晚就要你破產，10皮。紅爺玩咗成晚都係金鋪最有意思，我跟你10皮，再大你5皮。我晒啦！另外呢度仲有2張澳洲銀行嘅鈔票，紅花順。其實睇過香港電影嘅朋友都聽過1個或者1球嘢，1個即係1萬蚊，1球嘢即係100萬。好啦，今日3個麻甩粵語 show 又告一段落啦。如果中意我哋嘅 show 嘅話，可以 like 我哋嘅 Facebook。拜拜。